后来乡亲啊，煞来看咱的医护人员，为着这个疫情是无闲甲无眠无日，但是煞一直有民众对因做出着无理性的动作。这个台北联合病院仁爱院区半暝3点外，一个男子伫个体检站一时的情绪激动，竟然是举棍啊，甲这个体检站的隔离桶陷害。这个病院甲压制。安排好势了后，伊竟然是逃走离开病院，坐着坐稳四界溜去，上尾啊，伫个网架互警察甲撞着。进前，这个新北市的双和病院3个护理师互确诊阳性的民众举刀来抬着伤，这个伤势还搁咧复原当中，但是因心理上的创伤，恐惊是一时之间也无法度来平复。这个撕裂伤有6公分长。那伤害到他的手掌的韧带以及神经。再过等6个月，确认软骨复原的情形，3个护理师就咧讲身躯的伤痕，搁较无奈是心理上的伤痕，明明是坚守公卫对抗病毒，情绪无稳定的病患甲家属煞掠因出水。新北市双和病院3个护理师和确诊阳性的病患举刀啊，抬着伤，当时住院的医师就伫面前写讲，因听到护理师咧喊救命真疼，赶紧救我的同事，就算有危险，依然关心同仁。随后，台南这个病患因查某囝有表示歉意。不过，因小弟到病房，确实问这医护人员讲，是安怎会有刀，是安怎无检查清楚，互这医护人员真生气。入住专责病房的病人，我们进行全面的安检。第二个，我们24小时进驻保全以及警卫。病院加派保全人员，并且告这个病患民事甲刑事。不过类似的状况确实一直在发生。你不要出力，我们就不会出力，好不好？这个60多岁查甫人透早3点伫联合病院仁爱院区体检的时，情绪无稳定。本来日咧就讲这个防疫用的隔离桶啊，怕什么破坏，当场被制封。医护人员面对这个民众失控的状况，烦恼本身生命安危，影响到因的士气，嘛，互因真凊心。